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中醫幫到你。今集嘅主題係磨牙點樣醫。今次咧想同大家講兩個有關牙齒嘅醫案。第一個醫案係關於長期咁磨牙，第二個咧係關於突發性嘅牙痛。先講第一個醫案先啦。第一個醫案嘅患者嘅名叫美鳳。美鳳咧係長期瞓覺嗰陣時都磨牙喎，而且磨得好厲害、好誇張，連牙齒都經常被磨蝕咗。後來佢瞓覺咧就要戴牙膠嚟保護牙齒啦，但係點知連牙膠都經常磨到斷裂，要成日換牙膠。我哋就問下美鳳，除咗磨牙之外，仲有冇其他唔舒服嘅症狀呢？佢就話冇啊。睇下佢條脷顏色淡紅，舌苔亦都唔厚，都算係正常。幫佢把下脈，腎脈就好細弱啦。我嘅想法冇錯嘅，美鳳咧係需要補腎，即係要強健腎氣。牙齒同腎氣有咩關係呢？係咁嘅，中醫話腎主骨，又話齒為骨之餘。牙齒原來係骨頭嘅延伸嚟嘅，由於腎氣管轄骨頭，所以牙齒亦都係腎氣管轄嘅範圍。由於腎主骨，咁樣腎氣如果強健嘅話，牙齒嘅質素就必然係良好嘅。相反啦，如果腎氣低下，就可能會牙齒鬆動、咬牙無力，或者係牙齦萎縮，亦都可能會牙痛、磨牙或者係生牙瘡等等。而美鳳正正係由於腎氣虛弱咗，所以長期瞓覺咧唔自覺咁樣磨牙。佢食咗補腎嘅中藥之後，磨牙就好快停止咗啦，而且連本來略為萎縮咗嘅牙肉，亦都變得飽滿起來添。咁跟住就同大家講下第二個有關牙齒嘅醫案。患者叫做戴安妮，佢係我以前屋企嘅工人姐姐，佢係斯里蘭卡人嚟嘅。某日嘅下晝，戴安妮突然間感到口中有一啲異物，吐出嚟睇下，哇！原來係半隻牙齒啊！佢就嗱嗱聲揾鏡嚟照下，發現下排嘅牙齒嘅右邊咧，最裏邊嗰一隻牙原來冇咗一半。冇幾耐，爛牙就痛起嚟啦。我就問戴安妮：你嘅牙齒以前有冇咁樣爛法呢？佢就一邊話有，一邊咧用手指住下排牙齒嘅左邊最裏面嗰一隻牙。我睇下，哇！原來嗰一隻牙都冇咗一半喎。我就跟住問戴安妮啦：你隻牙係幾時爛嘅呢？佢就話大約係2年前左右。佢話呢一隻牙爛咗冇幾耐之後，跟住旁邊嗰幾隻都開始鬆鬆地啦。頭先我咪講過腎主骨嘅，如果腎氣虛弱嘅話，牙齒亦都可能會容易鬆動同埋破爛嘅。我就再問下戴安妮：你平時有冇腰痛啊？嗱，我咁樣問，其實係想確定戴安妮係咪真係腎氣虛。腎氣虛嘅人咧，亦都可能同時會腰酸膝軟嘅。戴安妮就話啦：有啊，月經嚟嗰陣時特別明顯添。於是我就細心幫阿戴安妮把下脈，咦，發現佢嘅腎脈果然係又細又弱噃。好彩我哋屋企咧係常備一啲免煎中藥嘅沖劑，於是嗱嗱聲開咗啲補腎藥俾阿戴安妮，叫佢即刻飲用。過咗冇幾耐之後，佢話俾我聽隻牙唔痛咯，仲笑笑口咁講 Thank you, sir。 好，今次講到呢度先，下次再見。支持中醫幫到你，讓中醫智慧家傳戶曉。請訂閱、讚好同埋分享開去，記得撳埋個鐘仔，以後就會收到最新片段㗎喇。